大家好，我係 Bestware 嘅創始人 Andy， 不鏽鋼雙用水龍頭行業嘅革新者。產品係做出嚟嘅，唔係驗出嚟嘅。呢個係 Bestware 品質管理嘅核心理念。品質係企業嘅一個生命線，佢係深深咁植根喺我哋生產嘅過程中每一個細節之中，而唔係靠一個最終檢驗嘅環節嚟確保產品嘅品質。產品嘅品質係要靠全員必須樹立品質嘅意識，並嚴格控制生產過程中嘅每一個細節，嚴格按照生產嘅工藝啦、作業指導書嘅標準操作。只有咁樣，才能夠從源頭上防止問題嘅發生，實現持續嘅改進。但係企業亦都需要平衡品質同埋成本之間嘅關係，要通過教育提升管理能力，確保追求高品質嘅前提下，亦都能夠實現經濟效益嘅最大化。第一， Bestware 非常之注重產品嘅外觀，只有好睇嘅產品先會激發起客人嘅購買欲。第二， Bestware 嘅核心設計係以人為本，唔單止體現喺產品嘅安裝簡單，還體現喺安裝過程嘅高效。通過人喺工程學設計，可以減輕使用者嘅疲勞，顯著提高工作效率，從而增加使用效果。而喺安裝嘅環節上，流程亦都非常之簡單。比如高壓預沖洗嘅龍頭，喺安裝嘅時間由傳統嘅1小時縮短到10分鐘，大大節省咗人工成本。第三，產品必須具備咗安全性同埋耐用性。對比傳統嘅黃銅材質，我哋採用不鏽鋼，佢無鉛無銅綠，而且質地堅硬，更加之適合於高頻率同埋高損耗嘅商用同埋公共環境。最後，環保係不容忽視嘅一環，產品嘅材質同生產過程都必須嚴格遵守可持續發展嘅原則。咁樣唔單止係對自然環境嘅尊重同保護，亦係企業社會責任嘅具體體現。產品是否符合人體工程學嘅設計，係衡量品質嘅一個重要標準。Bestware 一直秉承以人為本嘅理念，重視人性化設計。呢點正係體現喺我哋對用戶需求嘅關注同尊重。以預沖洗龍頭為例，作為我哋嘅王牌產品之一，我哋係根據使用者嘅需求同使用習慣嚟設計產品。我哋深入研究用戶嘅沖洗習慣、手臂用力分布同使用需求，同時考慮商用龍頭高頻使用嘅特性，通過精密嘅測算同模擬嘅測試，調整花灑窗同埋大軟管嘅結構，例如加入咗液壓裝置、雙功能沖洗模式同慢響裝置，令操作更加之輕鬆，降低疲勞感，大大提高咗沖洗效果同使用嘅效益。Bestware 始終認為品質係企業嘅生命線，堅定不移咁執行品質優先嘅原則，絕對唔會為咗降低成本而係降低產品嘅質量。同時，為咗追求用戶嘅價值體驗，喺確保質量卓越嘅前提下，積極探索生產流程嘅優化同埋先進技術嘅應用，旨在實現成本壓縮，為客戶提供更具性價比嘅產品。我哋選擇同全球領先嘅供應商建立長期穩定嘅合作關係，從源頭上保障品質嘅可靠性。喺採購嘅流程中，我哋會實施多重嘅品質管控措施。首先， Bestware 要求供應商提供詳細嘅技術參數報告和材質報告。其次， Bestware 有一套完善嘅質量體系同管理體系嚟驗收，確保所有來料均滿足我哋設定嘅標準。最後，以高於行業標準嚟測試進一步驗證其質量。通過呢啲措施嚟確保所有物料嘅質量把控。
Bixwell 深知價格戰嘅危害，為咗守住品質嘅底線，注重提升產品嘅附加值同服務水平，通過不斷創新以改進嚟提高產品嘅質量同節能效果。另外，我哋擅長為客戶提供優質嘅定制化服務，來提高我哋嘅競爭力，令我哋可以喺不鏽鋼商用龍頭嘅領域始終保持領先嘅地位。